自安呢，伫每一个电影的看板面顶，除了必要的角色以外，伊拢会加画一个甲剧情无关系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有伊一直无法度把袂记一字的面容。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想起当时的你，我双人好情意，无你的今日甲你离开，嘿嘿，请你着爱原谅的，我希望的永远不是点。坤啊，阿爸问你，阿坤小学要毕业迄年，因后爸问伊讲：你大汉以后，敢有想要做啥？哇哦！检测是因为伊自细汉就爱画图，而且老师捌甲学落过的功课嘛，敢若即项尔，所以伊甲老爸应讲：我以后要画图。所以。伫毕业典礼过了后第3天，伊就甲其他同学同款，互带去台北学师仔。伊去的所在是一间细细间仔的广告社。你会晓画啥？画厝、画车、画动物，我拢会晓画。你画一张树仔，互我看卖咧。树仔，阮庄骹树仔足侪种，要画倒一种？拢好啦。安尼我画灵影。广告社头家简单甲阿坤面试，叫伊画一张树仔。对阿坤来讲，哪像咧食卤肉饭遐简单。好啊好啊，会使得啦会使得啦。我先甲你品，我才会当互你食，互你住。毋过无薪水，我嘛无用教你。你爱家己看，家己学，知无？好，我知。
间广告声细经蒙细经，来学功夫的嘛有4、5个。阿坤和其他的师仔做伙困总铺，早起起来爱心摒扫，选入去款画图的材料，传家石头啊，搁爱轮流甲头家娘洗衫斗带囡仔。讲是学师仔，其实袂输咧做长工共款，敢若一个机会会当学手艺。换你啊，阁毋紧嘞？免紧张啦，看我的厉害！安怎？你看迄个新来的，阿坤哦，伊安怎？咱这个师仔内面，可能伊上认真。安怎讲？你看，迄头家咧画图的时阵，伊拢徛伫边仔看。有影呢，无算你，敢若顾算。你阁好意思讲我？啊你咧？哈哈，安怎来啊？啊好，你莫走。自古以来，师傅拢惊师仔功夫若学了伤好，饭碗会互徒弟仔抢去，抢在拢会藏步，袂甲真正的秘诀讲互徒弟仔知，所以拢爱哪做哪学，一切靠家己的才调，豆豆啊体会。10几岁的囡仔当然爱耍，其他的师仔咧佚佗的时阵。敢若阿坤一个人认真咧记头家安怎配色，嘛会趁洗画笔甲擦盘的时阵，注意顶面的擦是倒几种色水透蓝的。适当后。当当广告声对台北松山山区西门町附近的贵阳街已经得要出师啊！头个，即摆图像画的，阮内面的师仔坤啊，画了啥款？水呢，毋正厚，搁遮厚牵师仔，画了比你较好。迄时阵，连电影院的经理都定定学了坤仔的看板，画比因头家较好。我着歹得出好顺。你爱讲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毋够对。讲了对，讲了对。贵阳街的店面是甲人租的，40楼的旧厝，楼房真悬，所以头家用角铁架一层出来，挂一个会当爬悬爬低的楼梯，就正做伊甲3个少年师仔的困房。恁师个人咧？伊出去收汇款，连伊转来，内面坐一个。免啦，我踮遮看你画图，你无用你的，免管我。厝主是一个50、60岁的太太，大楼尾顶，2楼、3楼同款租人，分别做拍艺行甲贸易公司。听头家讲，厝头家娘少年的时，捌做过酒家里。后来对着一个好野的头家，这栋楼啊，都是迄个好野的头家买互伊的。酒家女无做了后，伊就靠这栋楼的租金生活。通常伊敢若伫月初收租金的时才会出现。毋过阿坤无啥介意伊来，因为伊足惨。吼，你今仔日画这个女主角有下感情哦，画甲遮尔爱叫。厝主收到钱了后，嘛袂随走，定定哪看伊画看板，哪问一寡有诶无诶。譬如讲，我问你哦，是这个明星较好看，还是阿姊较好看？也无就是伊的脸甲我比起来，谁个较大？有一摆，伊当咧画一个穿比基尼的阿斗仔明星的时，伊看咧看咧，竟然雄雄伸手对伊的裤底出来甲钉咧。啊，头家娘，你咧创啥？阿姊检查一下，看你有硬起来无？好，拜托咧。
迄天毋是收厝税的日子，伊煞无张持行入来店里。师诶，头家娘，我甲你讲吼，伊甲头家揪去边啊，两个伫遐凄母凄子几步久，也毋管头家面色为难，就活过来对阿坤讲：我甲你找几啊，和你同款朋友去的查某囡仔，要互你拣哦。看介意倒一个，甲阿姊讲，阿姊替你做媒人。过无偌久，一个甲头家娘差不多共年纪的查某人，含一个喙夹一支粉的中年人，带7、8个查某囡仔行入来店内。来，对遮爬楼梯去哩。看看是爬好，去你休困一下。遐个查某囡仔，逐个拢头咧咧，照迄个中年人的指示，爬去咧阿坤因的困房。这支腿，甲压去后壁的便所藏起来。哦，好啊，遮交互你啊，行来。厝主甲查某人先离开，敢若留迄个中年人坐在店门口，一只脚害咧害咧，薰仔食，有时阵嘛那像感觉无聊，行入来看伊画图。伊会记起迄个晡店里特别安静，敢若做事桌仔边迄台垃圾哦，流行歌唱袂煞。好啊，会使落来啊！迄天尾仔仔，迄个查某人转来甲遐个查某囡仔带走了后，头家这个代志讲互阿坤因知。迄阵查某囡仔拢华西街迄边诶，有人来报消息，讲警察下晡要来临检，因拢要未成年，无牌照。老厂诶，毋则会带因来遮米。头家佫讲。好佳哉，恁拢毋是查某诶，若无反正原仔甲因共款，小小年纪就互爸母掠出来卖，有看到无？其中一个身躯还佫穿学生制服呢。阿坤当然会记起伊，离开诶时行伫上尾，用手巾仔红喙，目睭红记记，袂输打哭过。迄暗，因爬去咧困房的时阵，哇！发现遐个查某囡仔，甲原本歪哥饲出来的床位，拢收甲好势好势。因甲咱的困房收甲遮清气，黑白乱剪的衫嘛拢剪甲四四正正，下伫壁角。佮替咱制衫呢。而且规个困房有一个因前到搭毋捌偏过的香味。迄个香味，互阿坤规暝无张无弛，困拢袂去。
后来哪像变成一个字。少年呢，房间阁借阮一个哈。便啊，让一段时间，迄阵查某囡仔就会互传来一斗。来，聊聊啊是，楼梯爬学好。阿坤总是会偷偷啊找迄个穿学生制服的查某囡仔的面容。迄个查某囡仔其实真好认，伊的目镜毛特别长，肉真白，所以颔管挂迄条红丝线特别显目。阿坤注意到伊的穿插咧变，头毛型嘛咧变，对制服变成老型感的衫甲迷你裙，对长头装变成电头毛。有一天，甚至发现伊连身材都敢若有淡薄仔无同。头家人像嘛有注意到，因为迄天暗时食饭的时阵，伊讲：迄个穿制服的查某囡仔，敢若有风带去煮过虾。也就是共迄天，伊爬起咧困房的时阵，发现有人用伊细底桌仔顶面的笔甲纸写一大堆字。咸菜是因为无聊，纸顶面一直重复写一条歌的歌词。你会找到更新的意志，让它为你遮雨当日。迄年热人，伫一个翕热的下昼，因又搁往厝来，经过伊身躯边的时，迄个查某囡仔雄雄停骹落来，甲伊讲：你敢会当甲收音机的声音上较大声咧？安尼，阮伫面顶嘛会当听。回想起来，因两个面对面的时间也不过20米，而且日头刚刚对查某囡仔的脚趾头照过来。但是经过几落冬后，伊依然会记得一长长的目镜帽、片头面顶的冠，甲耳仔边迄撮幼幼的毛。敢好？好啊。对啦，顶摆你有伫面顶写字哦。伊敢若笑一个，就挖个爬楼梯起来。阿坤小看戆神，看伊慢慢啊爬楼梯，身影慢慢啊消失伫楼梯尾的黑暗中。一直到雷公死那，伊才精神过来。就像丢失一把旧雨伞，你会找到更新的意志，让它为你遮雨当日。迄天，伊毋若听讲甲收音机的声音准好大声，当西北雨开始落来时，伊阁走去甲声音加准半练。了后，伊听到头顶插棒的棚内面传来迄个查某囡仔的声音，讲：多谢你。后来雨较细，当收音机咧播送一条哀伤的歌。我想的时刻，像雾般的美彩。一听到插棒面顶的查某囡仔细声对咧喊起来。唤醒水中大地。雄雄，阿坤开始目屎流袂煞。伊知影迄毋是因为歌词内容的关系，是因为音乐、情景，也阁有令伊家己都讲袂清楚的某一款心情。温暖的晨光里，亲密的梦。
绿荫中。后来，迄个查某囡仔就无过来啊。伊毋敢问带队的中年人，嘛毋敢问厝头家娘，伊到底走去倒位？只是从安尼起，伫每一个电影的看板面顶，除了必要的角色以外，伊拢会加画一个甲剧情无关系的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有伊一直无法度把袂记一个的面容。温暖的晨光里，亲密的漫步，可爱的露珠已陶醉绿荫中。身法，左线预备，右线预备，全线预备。300码5发子弹，握姿射击，开始射击。2冬外后，阿坤入伍去做兵。有一天拍靶的时阵，轮到伊担任报靶的任务。降靶，统计弹着，爆靶。第一靶位4弹着，第二靶位3弹着。做过兵的人应该拢知影，报靶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模灰。一堆人密伫靶沟，听候一阵庆声过了后，甲靶纸降落来算庆子空报数量，以外无啥物代志。第3靶位5弹着，第4靶位0弹着。第4靶是谁？妈的一个刷兵！穿马下，到后面交互蹲跳50下。上大的趣味就是等待骑脚踏车载凉水、点心甲四手啊做生理的小蜜蜂来到。别那因一个来，大家阿兵哥就开始买东买西，哪食哪啉，神山开切啊！买凉水来哦！迄个小家人啊，伫爬到迄头一个出现的时，阿坤就随认出伊的面啊。是伊。毋过，伊对阿坤那像无啥物反应。秘鲁，我买1罐可啦。会斗阵呢，汽水罐1罐。乌白来，什么恁斗阵呢？这后阮看呢，就是。你食较歹咧。无正经。啊你咧？你要爱啥？互我1罐汽水。伊除了皮肤流啊变乌，佮小可口有肉淡薄以外，那像无啥物改变。伊原是阿坤记忆当中的迄个面容。你是安怎一直甲我看咧？安尼我会歹势呢。嘿啊，你哪会一直共看？伊想要共拍哦？对啊，坤啊，你安尼袂使一咯。平常时计甲遐尔故意，当时啊是点点才3碗公半。哦，恁足惨呢，要好紧去边仔效果啦。好，好，咱紧闪，咱紧闪啦。卖妨碍人对看吼。当其他的人慢慢啊散过了后，一头咧咧讲：你莫安尼看啦，我无介意人安尼甲我看。毋知安怎，阿坤样样挡袂牢，想要好，而且伊嘛毋知影要甲伊讲啥。你捌伫我房间的桌顶写过歌词，我若无记毋着，我捌听过你含人做伙唱过一首歌，叫做《碧城故事》。迄阵我伫贵阳街咧画看板，伊总算抬头看伊，过一时啊才讲：我会记得你，毋过我袂记得你的面，因为若亲像从来毋捌真足甲你看过。
毋过我会记得有一届，迄天单位讲落大雨，你替阮甲收音机转甲做大声的，阮心内对你有够感激的。刷入去，阿坤看到伊咧笑，毋过目屎伫目眶内玲珑洗。其实，阮伫面顶定定透过茶房的旁看你画图，感觉你做厉害的，这画一个，遐画一个，上尾就是一个人，一个风景。阮定定看甲袂记即刻，袂记即热，袂记即艰苦。毋过，拢看袂到你的面，因为拢甘若看到你的头壳。你即马好无？比迄个时阵较好，即马敢若含一个人困就好啊。伊落一粒目屎，笑笑我讲：我含人结婚啊，阮翁是恁部队的士官长。哦。上尾伊讲：以后若拄着我，爱先甲我拍招呼哦，莫干那一直甲我看，因为我会惊，嘛会感觉真见笑。30当后的即马，阿坤犹原期待会用即个甲伊相拄一摆。伊讲：上无会当互我知影伊到底叫做啥物名，还佫有知影伊以后的人生一定真美满。今仔日的广播剧《邂逅》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杭玉华台语教证。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细汉的阿坤、吴斌的演出；阿坤、陈伟涵演出；阿爸张国伟演出；广告城的头家林依婷演出；三爷陈义如、李建英、李丰静演出；电影院的经理郑志颖演出；厝主黄凤仪演出。中年人张国伟演出，查某人罗培双演出，花世界的查某囡仔彭彦婷演出，查某囡仔群李培温、林定安、林庭君、孙静书演出，做兵时代的阿坤魏宗仁演出，查某囡仔何伟霆演出，连长张国伟演出，阿兵哥陈尚贵、关凯温、李丰静演出。讲出心内的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涂念刘木真。少年人的感情总是单纯天真。敢若是稳定伫心爱的人边啊，就感觉欢喜。那亲像是故事内底的男女主角。虽讲见面的时间无偌久，毋过若拄着，就足珍惜对方。不离过到尾啊，男主角煞无法度甲迄个查某囡仔做伙。毋过伊真正的心意，嘛是毋望心爱的人快乐，真心甲祝福。我咧想讲，若男主角无看到伊的日子，迄段等待重逢的时间，一定足艰苦的。若会当较早发觉家己的心意，勇敢去表达，可能两个人就有机会。
毋过一切拢已经煞过啊，所以嘛是爱把握时机，照家己的心意去做。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这件代志嘛，互我觉醒，我常常无法度活伫当下，总是会互过去的记忆牵条咧，也是会烦恼将来。毋过，这款烦恼其实无啥物好处，敢若会甲人池骹半手。规气笃信伫当下，若是有啥物想要做的代志，就赶紧去做，尽量甲做甲上好。检彩到尾失败嘛无要紧。我犹原会记得，我伫高中的时甲伊一个查某同学，差不多有一冬。落尾提起勇气去甲伊表示，我到今犹会记得，迄阵心肝皮扑跳，紧张甲流凊汗的感觉，真正艰苦。迄当时，伊有接受我的心意，我足欢喜的，感觉全世界拢是我的。阮两个亲像搭对初恋的爱人共款，逐日拢咧关心对方。虽望到尾啊，阮分开，毋过提起迄段少年苦涩佮趣味的记忆，阮嘛会忍袂住煞笑出来。讲到爱情，有时是甜的，毋过有时嘛会变作毒药。社会上有足侪恐怖爱人的新闻，遮个人敢若想讲得袂着就互死。甘愿伤害家己所爱的人，甚至去伤害迄捌汤甘蜜滴的爱人。我感觉这真正是足恐怖的。我认为这毋是爱，这是自私的占有甲控制，敢若想要满足家己的欲望，无甲对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看待。学会晓安怎真正去爱一个人，毋是简单的代志。毋过，上重要的是，咱着爱先学会晓爱家己，因为咱的心内若有够笃定，才有气力甲嫁出来的爱去分予别人。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唠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课，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同款真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教室。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优，静优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优。第二位是法律系林碧涵。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再来第三位是政治系彭瑞婷。大家平安，我是彭瑞婷。好，咱感谢3位同学哈。选入去今仔日伫咧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老师。
你好，大家好。好，另外还有两位给咱提供台语翻译的台语老师哈，一位是咱台湾歌册协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另外一位是台湾家是物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上来去就赶紧来进行今仔日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敢若两字，也就是咱今仔日广播剧的标题。邂逅，邂逅，邂逅，请讨论。也艺术就是三条，两个人相互拄着安尼，邂逅就是他好像没有爱意的感觉。是哦，邂逅好像是刚好碰到。时间到。我较想要听精油的台湾文学的迄个讲法，邂逅会安怎讲？初见，初见，两字尔。初见，好，来，洪伟老师，请。咱其实有一个词会当考虑用吼，教育部书店嘛有收，叫做拄长。拄长。就是并无小约并无小约。真迄个事先唔知影的状况下去拄着安尼，叫做拄长。真有对我讲的是初见，敢有初见的意思？初见，你的意思是第一届见面呀？对。拄长应该意思无啥共。无啥共嘛哈。意思无啥共。好。所以拄长这两字会当甲学起来，拄长。若拄长要安怎用？我伫咧啥物？比如讲，我甲真友下道，伫咧一间咖啡厅拄长安尼哦，是安尼用吗？拄长。呀，咱伫咧咖啡厅小拄长啊。小拄长哦，好 ，OK。当然拄长嘛，另外一个用法吼，书店有写讲就是凑巧刚好迄种意思啦。凑拄巧去拄着。另外一个意思，好，咱来听我吴希美老师的翻译。无场地拄着伊，无场地来相会，迄摆拄着伊。好，无场地的意思。再来，萧老师。拄好相拄，拄好相拄，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啊哈。好，顺利去咱第二个题目。那气味让他那一整晚莫名其妙的难以入睡。那气味让他那一整晚莫名其妙的难以入睡。好，应该无介困难，意思讲出来就好，来请讨论。无代无志。讲一个事件无场地。无场。迄种气味，互伊规暝无场无地，足恶困去。好，洪伟老师请。差不多啦吼。迄气味互伊规暝，我本来有无名其妙啦吼，当然无其妙是花台共通事啦。若要搁较口语的，嘛是会使考虑讲，一个毋知音单啦，毋知音单较学入面安尼啦。就是毋知啥物原因的意思啦，无名其妙。好，咱来听看卖吴希美老师的翻译。伊闻着迄个味了后，嘛毋知是啥物音单，意思伊规暝总困袂落眠。好，拄好甲洪伟老师讲的共款。再来，萧老师。迄个气味，互伊规暗，莫名其妙，困袂去。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刷入去第三个题目。多年之后，他都还记得他长长的睫毛、鼻头上的汗珠和耳朵边缘那轮细细的汗毛。多年之后，他都还记得他长长的睫毛、鼻头上的汗珠和耳朵边缘那轮细细的汗毛。来，请讨论。这内底可能几个咱人体、咱的五官的迄个部位吼，可能爱知安怎讲？幼毛啦，幼毛，你头前迄幼的幼毛嘛？幼毛，我幼的毛就好啊。幼的。规年足侪年过去啊，伊阁会记你长长的目遮毛、鼻头、面顶的汗水，阁有耳仔边的幼的毛。好，请洪伟老师。好，
有一个词吼，你讲所谓的汗毛啦吼，就是叫做抠门啊。抠门啊。抠门啊，吼，所以汗毛会当用抠门啊来讲啊，吼。所以讲我是讲头前应该较有问题啦，吼。过年以后还佫会记得长长的目睭毛还是目睭毛吼，鼻头一滴一滴的汗，甲耳孔边迄沿抠门啊。感谢洪伟老师的指导哈。好，所以你来听看吴希美老师的讲法。几若冬后，伊还佫会记得伊的形影，伊的目睭毛真长，鼻头有汗，耳仔顿点面的孔门啊是生做幼幼啊。好，希美老师真完整甲翻出来，所以你来听肖老师的讲法。几若年以后，伊都还会记得伊长长的目睭毛。鼻头的汗珠，甲耳孔边迄圈细细的箍毛啊。好，咱大家爱记得哈，汗毛或者箍毛啊，哈，箍门啊。好，顺利去第4个题目。身影慢慢消失在通往夹层的方洞里。身影慢慢消失在通往夹层的方洞里。好，请同学讨论。形影，伊个形影。形影豆豆啊，消失伫个汤位隔间嘛，隔间，四角空内底。形影豆豆啊，消失伫个汤位隔间的四角空内底。四角空，好来，请洪伟老师指导。我无啥真确定伊个放洞的意思呢。我们放洞一下。咁那看起来，当然就字面讲可能是四角空，毋过我事实上无解了解放洞。应该是讲伊的形状，就是讲因为远看咱像四角的空，其实就是暗暗的房间啦，哈，暗暗的夹层啦，看起来四角安尼嘿。安尼哦，哇哦。好所以我是感觉即个夹层吼，毋知你拄仔讲隔间，我是咧想讲，甲迄个咱一般讲的半楼啊，毋知敢有共，敢若无共吼。就是伊即个，若准讲，因为有诶是直接翻做架站啦吼，但是我是讲，若要讲一般咧讲诶。敢若是迄个半楼啊，迄种毋知敢有哈，毋过拄则你咧讲迄情形敢若无共吼。所以我是讲，若准讲迄是半楼来讲，安尼我是翻做新影豆豆伫半楼啊的空内底消失去。好，感谢洪伟老师，咱来听希美老师的讲法。头前伊有讲，伊咧困的所在，互隔做一站一站，逐个位是下尖尖。即句话则翻译做，伊为伊咧困的迄个房空入面，伊的形影嘛豆豆啊消失去。好，希美老师是主张哈，正话无拢爱甲翻出来。所以咱来听肖老师的讲法。身影慢慢消失伫通往夹站的四角洞里。好，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上尾一个题目。我们在上面常常透过木板的缝缝看你画画。我们在上面常常透过木板的缝缝看你画画。好，来，请讨论。阮定定伫顶悬透过茶房的旁看你画图安尼吗？应该是。阮定定伫顶悬透过茶房的旁看你画图。好，安尼反感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无啥物问题啦，好，来，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翻译。阮趴伫茶房顶面，迄房仔有芳，阮定定会为迄个芳看你咧画图。好，顺利去是萧凌春老师的讲法。阮伫顶面时常透过茶房的空旁看你画图。好，咱今仔日5个题目拢完成啊！哈，感谢3位成功大学同学来挑战，嘛感谢陈宏宇老师现场给咱指导，多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扮演阿坤的陈伟汉，我是扮演穿制服查某囡仔的彭彦婷。今仔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文章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烧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闹。请就站文 K 电台详细了解。检查一下，看你有硬起来无？哦，拜托了。还是很开心。他刚才讲那句后面那句，我觉得很开心哎，我拜托了，然后感觉好像有点开心了，感觉欲擒故纵那种感觉。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家属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详细音乐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也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阿丁特别为我留的《人间1.1》，欢迎准时收听。迄阵我伫贵阳街咧画看板，看板，看木字棒，对，哦，现在有个看棒，就讲这意思。不要看棒。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卖写卖当写卖使，来文更吼。对。好，继续改。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卖使写文更。第4把为林淡卓，第4把是谁？妈了个刷兵！枪拿下，到后面交互蹲跳50下。